台湾移工联盟等等的劳工团体去到立法院头前，要求政府就要提出草案，甲因呼吁几日等的家事服务法立法，互25万名的外籍看护工会当有劳动法律的保障。不过，劳动部也讲，家庭看护工虽然的状况是无相同，推动专法恐惊有困难。 家务移工要保障，各界妇女来相挺。无共国籍的家庭看护工去立法院头前有报条，要求台湾政府应该会赶紧将因花10几档的家事服务法来立法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台湾移工联盟已经推动了家事服务法的草案，已经进到立法院。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提出它的正院版本，让这样的法令它有机会在立法院里面进行实质的审查跟讨论。劳团讲，国内目前全部的家庭看护工。 拢无合用劳基法，无法度有基本工资、上班7天休1天等等的保障。其中相对较弱势外籍移工，大约有25万人。亲像前一阵仔就有看护工，因为替因头家买物件出车祸，煞失去原本的头路，就要家己负担医药费甲生活费。Nung na-aksidente po ako, oras ng trabaho ko, pero wala naman pong tulong na binigay yung aking employer. 比如说罹患癌症，比如说怀孕，其实各种她的生理状态会影响到她无法继续从事这种24小时的工作的时候，她就很容易被雇主给解雇。劳团表示，因会伫立法院的新会期正式提案推动专法，而且要求个别家庭聘雇制度应该要废除，嘛希望行政院推动家己的草案。针对劳团的诉求，劳动部是回应家庭看护工的工时甲休困的时间界定有困难，各界对相关的规范嘛真恶有共识，推动专法恐惊无遐尔简单。记者林雅文、玉凯台北报道。